各位小太空人請注意，聖安當太空基地正式開放，快啲跟住我哋參觀下我哋最新嘅特色設施啦！兩位太空人接咗張任務卡，我哋一齊睇下星殼探索大任務啦！各位小太空人完成任務後，仲可以參與今年新設嘅航天任務嘉年華，之後亦可以參與氣氛輕鬆歡樂嘅校園攤位活動，又由校長主講嘅升學講座、校園遊蹤、學科攤位遊戲、雪糕車同埋爆谷站。所有任務完成，想成為我哋嘅明日小太空人，立即掃描 QR Code 報名參加9月12日嘅開放日，我哋喺聖安當太空基地等你啦！